我係 CPL 香精公司嘅調香師阿雪，喺1999年嘅時候加入公司嘅 QC Department， 主要嘅職責係負責監控原材料同埋香精成品嘅品質係咪達標。3年之後成為一個 GC-MS 分析師，將我帶到一個嶄新嘅知識同技能領域。喺從事 GC-MS 分析工作嘅8年時間裏面，我分析過好多嘅原料同埋香精，從中獲得咗好多新嘅知識，激發咗我想要發掘更多創作香水背後嘅奧秘，燃點咗我想成為調香師嘅渴望，並且成為我香水事業嘅堅實基礎之一。我個人好中意用熱帶香水水果嘅原料，譬如椰子、菠蘿、唔同嘅莓果，佢哋都有好特別嘅甜美個性、獨特氣味，可以獨自發出光芒，亦都可以幫助其他香氣有所提升。香水創作係我嘅夢想工作，為我提供咗廣闊而奇妙嘅創作空間嚟表達我自己嘅才華。